为着要避免汽车相闪车发生意外，道交条例是规定讲，交车路口10公尺内是袂当停车。伫台中台里的立林路有7个巷仔出入口的挖角，有画短1公尺长的红线哦。有民众抓准讲无画红线的所在，就会当停车，结果就封开单。警方表示讲，这路口不管敢是红线，是拢袂当停车的。也毋过，议员佮民众真不满哦，认为这是限制。 巷仔口出门前挖角一小段红线，提出来明，上底只有1公尺。台中市台里区立清路规排下透田社区有7个巷仔出入口挖角，拢方画真短红线。并将伫无画线的所在停汽机车刷后，警察来开单。那你今天可能7楼不能停，那7楼它开一定会开的，那只好你就是全部是往内移，就是往马路移了。现在搞得大家现在机车对面也没机车位，你也不敢停。 怎么停？十几年了，已经10几年了。他已经建了10几年，我是买预售屋嘛，他一开始建的时候，我第一年进来就是这样子。住户讲，10年前买厝的时就有这个红线，今年初道路中心铺路也是有画。警方表示，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，交车路口10公尺内，无论敢是有画红线，只要临停还是停车，拢会当记罚，免得批评。这亲像罚单陷阱，互民众唔知要安怎办。无停伫红线内底哦，嘛是够去用开单，让百姓觉得说，你是在设计我们哦，还是在抢钱吗？所以我们后续的话会安排厂商就是先把它进行毒消，把它抹除，然后后续如果社区他们出入口还是民众他们有针对红线有需要的话，我们这边再向我们公所这边申请。主管机关代理区公所强调，在关年前画设的标线，确实的时间点加申请前已经无法度查。短红线明显无符合目前法规规定，会即速撤销。后手若社区烦恼车辆违停巷仔口，会当去向公所申请画设符合标准的红线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